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电推小姐。以后我会负责甲大家介绍甲情绪有关系的词。头一个要讲的是大家拢最介意的一种感觉，欢喜，欢喜，汉字写作欢喜，罗马字写作好哇花，好意喜，花第一条，喜第二条。欢喜这个词伫台语有三款意思，头一个是咧讲感觉，就是咱感觉欢喜，亲像乌西安尼，摕到我钓头奖的彩券，甜啊唔知影咧欢喜啥。第二款用法是咧形容欢喜的形，像伊今仔日伫路边拄到一个真水的小姐，欢喜甲跋跋倒。第三款是咧形容好耍、无理由的欢喜，亲像伊也毋是你的女朋友啊，你是咧冒欢喜的哦。伫台语内面咧讲无共程度的形容，会当讲真欢喜、足欢喜、真欢喜、介欢喜、有够欢喜、极欢喜等等。啊，若搁较欢喜，咱嘛会讲夭寿欢喜，欢喜甲挡袂掉，欢喜甲目屎流、目屎滴，也是欢喜甲安怎，会使用家己的方式来形容，加强欢喜的程度。无共程度的欢喜，嘛有无共的意思，像喙笑目笑，脚松手人，心花开，笑头笑面，爽快。乐痛等等，俗语内底嘛有真侪形容欢喜的讲法，像三脚走，两脚跳，就是欢喜甲哪走哪跳的意思。嘛会使讲家宝跳破卵，形容欢喜甲像家宝甲家己生的卵打破。啊！还有一句俗语是。富拉鱼食到皇帝肉，痛甲无标，标就是鱼标。鱼仔咱靠标这个器官才会当收起收落。啊，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讲小人物像布拉鱼安尼，食到足珍贵的物件，皇帝肉就会足痛足欢喜。流欢喜，喙笑目笑，乐痛。三脚走，两脚跳，家母跳破卵。布拉鱼食到皇帝肉，痛甲无标。为即马开始，咱若要表达欢喜这个感觉，就只有最新的词通用啊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先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